小李海嘅年頭係啲突然時嘅兩探起倆，啲新主人新布置今年風山海，是本年公告就係水質最好嘅甲類水體。透過新布置米嘅始終水個人ခွ水，未全都係對兩條16公里安充嘅好把來嘅。抗戰嘅10公年，兩條是小李海水嘅機密，總算有個可能到強烈保護人嘅好把水，無論係突然兩探，也係新竹新木嘅民眾都講。冷排放過後，當地造船界環保協會唔會出按用解散，南北基調還係會繼續嘅長期對照來維護小李海，希望唔使幾久下一台就看得到強線嘅小李海。尤其回頭研究完成零排放嘅風管，桃園市環保局同龍潭區公所人員是同三福利協會所討論未來如何維護。總體理講講，這係代表台灣嘅環保意識有進步，今日會繼續同新竹縣政府還有相關團體合作來做小李溪嘅復育。因為小李巷19公里安昌嘅水域，順便嘅按照土地啊。和當地復育的工作嚟進行啦，希望印尼小李巷未來也好把順呢，係印尼恢復30年前呢清水嘅環境。桃園市環保局講，零排放了後，無等於未來是唔會產生污染物。除了廢水蒸發傳落來受到污染嘅泥沙，咪係未來會對象嘅重點，似乎會繼續監督暢商。最終的這個廢水，它結晶處理之後會產生一些污泥，那這個污泥也是我們必須要去關心的。不要說廢水的問題解決了，反而造成了廢棄物的問題。所以它這個有關於污泥的處理，它必須要委託給這個合格的清除處理業來處理。那這個部分我們也會持續來關注跟追蹤。除了檢明司法性繼續對照，新部證明未建議新竹縣環保局本來小李溪嘅龍興橋、蛟東橋、小李溪橋橋下嘅監測點，應該會繼續監測。懷疑有達貢獻4%嘅水到小李溪啊，很多今年封管以後，所以水量是掉1/5，水量不足的情況下，你政府單位一定係輔導，某時去追蹤呢個畜牧業，能夠本該小李溪真正恢復為甲類水體。對於這一個我們小李溪，不管是小李溪的這個溪水的這個水質，那或者是我們這個在地的這個地下水的水質，環保局呢還是會定期的去做這個監測。那當然，這個除了保障這個飲用水的這一個安全。為咗到做小李溪嘅復育，新竹縣環保局立下規劃藍色經濟小李溪資源循環計劃草案，希望由公部門結合產業同社區，強化經濟嘅交通平台，考慮用分團應用嘅方式進行復育，希望強下來精力還有人手，希望小李溪嘅好把水積極恢復做新鮮嘅甲類水體。客家新聞論壇王文堯綜合報道。